講下整體個安排係點啊？今年嗰個全港戲院日。好，頭先同主持人講一樣啦，咁今年嘅全港戲院嘅就係4月25號啦，下星期六啦，咁就所有場次、所有格式，即係話譬如話一啲貴賓院啊，或者 IMAX 一啲大嘅銀幕咧，其實都係話咗30蚊。咁不過提一提啦，就係話貴賓院咧，其實平時咧就會有包埋呢個小食嘅，咁但係當日咧就即係淨係呢個戲飛，咁但係當然啦，佢張凳都好舒服，可以即係接近係即係叫做瞓喺度睇咁樣啦。咁所以戲飛嘅方面呢，就係22號，咁星期三下午12點左右咧，就喺各票房啦同埋網上嘅戲院嘅平台裏邊可以開售噶啦。係咪全港戲院都有參與㗎？今次係啦，其實今次就全港所有嘅商業戲院啦，咁而家就52間都會參與呢一件盛事嘅。咁係咪都係全？因為我見就話大部分咧就喺下個禮拜3開始係賣飛嘅，但係都有少部分唔係㗎嘛，係咪㗎？其實全部都會喺4月22號先開始賣飛嘅，統一嘅，係啦。但係有冇啲係遲啲先開始賣飛嘅？嗱講個別戲院咧，因為其實仲有一兩間嘅個別戲院咧，其實佢係冇呢一個嘅網上售票系統嘅，咁可能嗰啲就遲少少啦。咁但係都會喺圍繞喺4月22號中午左右嘅時間咧開始發售嘅。嗱講咧，因為講緊全港戲院日都唔係第一次搞㗎啦，都搞咗幾年㗎啦。過去嗰個嘅效果睇到係點樣咧？OK， 首先呢個我一定要多謝政府先咧，即係文創處嘅電影發展基金咧，因為其實過去3年咧都係即係佢哋 sponsor 啦，包括今年都係啦。咁點解我哋可以繼續去申請到咧？咁就因為過去3年其實我哋見到當日咧嗰個票房表現都好好嘅，即係人次上其實都有接近20萬嘅人次。咁講緊我哋戲院嘅上座率咧係7至8成嘅。咁其實個 concept 係咩？就話當日全港戲院所有嘅場次，除咗第一、第二行叫做少啲人買之外咧，基本上都係爆晒嘅。咁所以另外我哋都見到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即係一直同政府希望我哋都係拓闊呢一個嘅戲院嗰個觀眾嘅層面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全港戲院日之外，即係之前嘅禮拜5啊或者禮拜日咧，其實佢哋嘅即係個票房啊或者個人次咧係同平係差唔多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個全港戲院日咧，即係可以吸引到一啲相對嚟講少入戲院睇戲嘅觀眾，一家大細又好，或者甚至乎有啲比較低收入嘅家庭咧，可以喺嗰日咧去入戲院係即係觀賞呢個電影咯。